好，先听到这边，还不用急着写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我每次段考前我会收。好，正面没有什么，这边就是把它按照课本的写完。我的重点是背面，背面是空白。那后边要做上面呢？这个要做的东西，也就是我想要教你们一种做笔记的方式，可能大家之前有学过，叫做心智图。我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呢？因为说真的啦，我听起来，你会念书的人，就算你完全不听课。地科这种东西，你光看课本其实就够了，因为它不像理化工，你还要学怎么计算，还是讲好多复杂的观念，没有，就一些该记的东西记一记而已，所以真的有念书的，你没烦恼讲你上课安怎，迄真正没有人因为说我用台语上课。就影响成绩什么的原因就在于地科这一门科目根本就是看书就可以应付的，你这书不会看不懂，没有什么看不懂的地方。既然这样，我就想说，尽可能除了这个之外，有什么可以让你们学到而且一辈子用得到的东西？我上一节跟你讲的。语言能力，这是其中一种。这一点我要用来上课，还有跟你们讲的，这是一种做笔记的方式。这种方式你学会了，而且你经过一直的练习，把它练好之后，这个心智图不是随便来的，它是一个英国的博士发明的。他发明出来之后，人家说你怎么很奇怪，一两年就拿一个博士，而且都是不同类型，你怎么那么会读书？他说因为。这是我有特殊做笔记的方式，然后他把这个模式教给其他人，大家在于学习上都突飞猛进。原因就是心智图这一种结构模式是真的我们原始头脑脑神经记忆的学习的一种模式。我们头脑你做那种整整齐的笔记其实你记不起来。好，所以你要整理那个笔记写得越漂亮。你看那大科学家，那做里埃诺贝尔奖得主啦，你看伊笔记都是杂乱无章，可是看起来杂乱无章人家就是按照他的思考模式去做，也就是我要讲的心智图这个模式。所以，我等下我恁看一个。去年你们的学长做的第5章，我等一下会给你们公布，这是恁的范本，这去年你们学长做的，当然，那时候只有他做特别好，我知影大部分人都是老师讲爱高傲。我交差了事，甚至要交的前一天还跟旁边人说：“来，借我抄一下。”你做这种事你做这种事浪费你抄的时间，也浪费我看的时间。重点是没有用，不要做，我不做这种事，我也不会叫你们做这种事。我为什么要叫你们这个？对你们有用。而且一辈子有用，一辈子的学习有用。你当它一回事，用心去做，好，对你们一辈子有用。不是交给我应付，我叫你写的作业，你不要交给我应付。可是我鼓励你们做，所以我今年，恁这项年我试看卖，我要试看卖。我要试看安怎？我看有偌侪人会当做像伊这种成品出来。
你知道我去年，这我 copy 在印的啦。你知道它的原稿我怎么处理吗？我把它裱框哦，然后当颁奖一样颁给他哦。我把他的原稿裱框。我现在还留着那个照片，好，我还留着他的照片。我希望你们今年，我会收回来打分数，有一定的水准。譬如说我定一个标准90分，如果是够多，量有够多啦，数量够多，我想把它集结成册，也就是说，做出一本书来。至于几张我不知道，我会收到几张。你若收了2、3张，我是做啥物册啦？我一张正反面印料准如霜。可是我觉得应该要对你们有信心，搞不好你们班有80%有这种水准，那你们班就可以。没有3、4成，你们3、4成，我教3个班，每个班3、4成，那我也可以，全年级做成一本。至于做成一本之后成本多少，我有没有办法说？我当然会给奖励，我会给奖励。我跟你们讲，我经费很多，我给得起还不错的奖励。至于说有没有办法说，你入选的，我真的就是你可以拿到一本，我也不敢打包票，因为这成本我不知道多少。你至少我至少班上如果真的一班出来，我一本给一本没有问题。迄是讲，我至少嘛做像册安尼，所以恁写好吼，你爱安尼哦。我去年还有在这边写一些字，我今年全空白的，因为我觉得我那时候多这些字是干扰它的画面。那也这样看会。画完很满意，来，请不要吝惜，在右下角签上你的大名，表示你的作品。然后我跟你讲，这个东西你自己要用。你们这个学长画的图是整个第5章的班，你怎么画，以你在复习的时候能够最好的概念整理为主。有没有受限于课本的内容？没关系，你对哪个议题特别有兴趣，你去找资料，你找到课本以外的资料，你要写上去也没有关系。你觉得第5章5之2特别不熟，你单独这一章就是只做5之2的也 OK， 没有限制，没有限制。你说老师，你这个发给我的白纸太丑了，我要去买云彩纸来做，也 OK。我觉得那个才能展现它的底色比较漂亮，也 OK。然后我就是到最后，我希望尽可能很少的人只是为了应付我交差了事，因为我讲过，你若为了应付我真的也浪费你的时间，也浪费我看的时间。我叫你们做作业，一定我认为对你们有帮助，而且是一辈子有帮助。可是这个新自主的这个东西，我在备课，我在上课，我一样用这个东西，所以我至少在整个过程中，我会跟你们讲它的重点是什么，它应该要原则上应该要怎么做，剩下的就你们自由发挥。但是你们把它当一回事做，这同时可以复习你们这个段考要考的范围，然后你学会了画新字体，任何学习上，甚至生活上它可以解决你生活上的譬如说你想要完成某件事，你也可以利用新字组去分析这件事的，你要先完成什么，你有什么优点、缺点，该努力的事项，都可以用这个东西。
也就是说，它不止在学习上，在生活上，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已经被太多世界上全世界太多人印证说它非常的好，好，因为它对我们思考模式是一个我们的规则，我们对于那种条列式的那种笔记看起来很漂亮，我讲过，迄无啥物好，安尼咱就开始，你有写了无写了不要紧，咱就开始进行咱的课程地科，我们讲的范围，咱第一条有3个圈，哪3个圈？咱试着用英语好啦不过英语你要讲迄个圈那个原文很长，我们用我们会的单字好不好？我们人活着需要什么 ？water， 所以有一个什么圈？水圈嘛其实水圈英文单字不是 water 不要写水圈就是 water circle 然后北安那比水圈的单字很长的我们还要什么 ？break 穿裤，那穿裤，所以这个是什么圈？提供我们的大气圈嘛。来，简单写一下。还有一个什么圈？还有一个什么圈？你喜不喜欢听摇滚乐 ？Rock and roll。rock 啊，岩石圈呐，岩石圈。这3个圈是彼此之间交互作用，互相影响的互相影响。我们地球科学主要的也是在讲这3个圈，但是不止，还有一个圈不在我们地球范围的，但是我们地球科学也会上到。属于什么范围？它不在地球范围，当然是地球以外嘛。黑个那，你喜不喜欢？对，宇宙，研究宇宙叫什么？的学问叫什么？来，咱刚才来讲看星星star 有一个人笑话讲，你造飞机为什么不会撞到星星？因为星星会闪。好讲，你若用台语讲无效。我们不是说星会闪咱来讲星会死，迄是缩。咱若讲像，迄个是像素。所以闪电咱讲细呐，现在很少人会讲细呐。你用讲相电，就是那是华语化的台语。咱讲细呐，那个细就是缩，就是缩。那讲像，就是讲像对啦。所以这个冷笑话只是华语之间没有，就像找钱什么意思？钱掉了要找钱。我买50块的东西给你100块，你要不要找钱？都是找钱你用找钱分不出来不然你台语分得出来？一个找钱，一个找钱，哪会分袂出来？哪会无共？就是讲像甲死迄是无共的这个天文学，我们1年的地科里面，天文学有一章，在这一册的最后一章第7章，天气大气有一章，在下学期。水圈只有1节，就是我们接下来这一节。扣掉这个之外，全部是哪？岩石圈的部分。石头啦，甲石头，一条石头，较侪好教。我就想到以前我们
念师大的时候，我是念物理系的嘛，可是我们都知道以后我们出来可能也干地球科学啊，所以我们都会跑去修地球科学概论啊。修地球科学概论，其实地球科学概论就分成4门学科，一类就是我们讲的岩石，还有大气，还有海洋，还有天文。第一个，他4个教授来教哦，第一个教，我们都说教石头的啦，就那个教授教石头的，我们说，你怎么教石头？长得像石头，不够恐怖石头架骨脸就像石头一样，不是脸像石头一样，个性都像石头一样为什么一进来就骂我们？经常我们大学生从宿舍走去上课，穿的都比较随便，然后穿短裤，还有穿那个汗衫，还有穿拖鞋。就那教授穿西装打领带进来，你要热死你的事啊！而且他骂我们他还跟我们呛虾说你们以后再穿这样，你们就不要来上课。后来我们很听话，真的都没有去上课。你有乖不？很乖嘛温真起来真的大学翘课也是很平常的事啊。但是翘课有时候大家没有约好，就叫不约而同。不约而同就不跟儿童约会，未成年不能约会，违反儿童少年福利法。不然我没讲，不约而同就是你今天这一部分人翘课，明天这一部分人翘课，教室永远有一批学生。就忽然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大家都没有约好，就所有人一起翘课，然后就发生一件事，老师走进教室，你知道大学没有固定教室我们都要看这门课在什么教室，都大家跑来跑去，当然更不可能固定座位，因为老师行进来，吓一跳，教室怎么空的？然后他就走到门口看一看课表，看一看手表，没错，今天星期2啊，第几节？对啊，这间教室，那为什么教室没人？然后走过去，就有一个迟到的同学，迟到10分钟了，匆匆的冲进教室来，呆掉了，没有同学，只有老师站在讲台上，而已经走进教室了，有这一条，师生对谈了5分钟，又有第2个迟到的同学，匆匆慢慢冲进来，吓一跳，最后一个同学跟1个老师，整节课就是1个老师跟2个同学。对话一整天，不用说那几个老师一定点名，那2个很高兴，你死啊，恁老师给点名加阮2个去啦，你来创那妹妹所以后来我们到学习中的时候就说，石头老师走了，石头老师走了，没有他的原始的课上完了，换别的老师了。我们后来上天文学那个老师很好，所以我们就很喜欢天文学。你喜不喜欢天文学？你说我好喜欢天文学，我喜欢没事到山上去看星星、看星座啊，天文学很棒啊。那你以后要不要研究天文学？因为天文学是看星星。你知道一个天文学家要拿着望远镜，把天空的10万颗星星花了10年的时间数过，还验算3遍。你受得了这种事吗？而且重点是什么？你知道？你想想研究天文学会不会赚钱？研究天文学怎么赚钱？所以我告诉你，这种不赚钱的学科，你又要当成终身研究，你一定要很热爱。那就不是说我喜欢看星星我就去研究天文学，你一定要狂热的地步。你如果那种研究那种很赚钱的东西，看短节，你虽然没兴趣，可是钱可以弥补你的缺憾。你不喜欢，但是想到每月收入很多，那我至少还觉得还可以。就这一星这一星都很赚钱，对不对？可是有人当医生，你知道，你说当医生，他都很喜欢当医生吗？没有啊。有没有人看到血就会昏倒？有啊，然后后来他就去当心理医生了，因为当心理医生不会看到血，所以
边啊，中国古代研究天文学哦，要皇帝特许，你没有经过皇帝的允许，你自己去学天文学，轻则被关流放那个边疆，重则要杀头。想要研究天文学这样严重，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古时候的天文学都跟星象有关。月观孔明月观天文，发现东方一颗星陨落，就知道挂了一员大将。所以星象跟那种顶层，你绝对不会说一颗星陨落啊，有一个乞家，有一个平民漂移啊，去了星座一定都代表那种皇帝或者大将那种才看得出啊。所以你没事你去看天文，这代表什么？你有意刺探这个皇室的兴衰。你皇帝没有允许你去想要了解皇室，你要谋反是吗？你是不是有谋反之心呐？所以你要知道，古时候这是禁学的，被禁止的哦。现在有啦，现在你高兴怎么研究就怎么研究，继续别探钱啦。比如讲安怎啊？你看星象，你看出一个心得来了，后来你去干嘛？摆摊子给人家算命，然后算个神准。可是你摆摊子算命，你还能不能叫自己天文学家？怪怪的哦，你都可以叫自己天文学家了啦。还有一门科学是属于地球的范围，但是不在我们地球科学的范围，有一个圈呐，后边来，讲啦。这种的，我给你下个迄个啊，来，有一个圈，学过了，在地球上，但是你们已经学过了，国一就学过了，生物圈，生物圈呐，生物圈在地球上嘛，生物圈在地球上啊，它生物圈跟这些有没有关系？有啦，全球暖化，海平面当中不是我们这种生物搞出来的吗？对不对？空气污染不是我们这种生物搞出来的吗？所以生物圈呢跟这些圈都有关系啊。好，生物要学什么？好，用任何的单词 ，life 嘛，生命嘛，好。生物那单字是，你记得吗？我还记得 biology， 对不对？生物的英文啊。好，来，所以这，咱要开始讲这个水圈啊。心智图中间是最重要的，它的概念里头。开枝散叶一样，我中心一个重点，在这重点可以给它画的，甚至你可以把它装饰，但是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印象深刻。所以我们这一章的重点，我们就是要讲水圈，就是要讲水圈，然后我们从中心分支出去。在每个分支，你尝试用不同的颜色，一样为了你的印象，为了你的记忆，这是人家觉得会比较好的。好，所以我们开始来分色哦，随便，海水是蓝色的，所以我们来拿蓝色的，第一个分支处理。咱解默契啦，咱给卫星自主的时阵，咱像恁这学长同款啦，就是用团的，因为安尼看起来较好啦，
好，咱统一一个用横式的规格来画，啊，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好看，而且你在发散的时候，因为我们字是写横的，哦，我们字是写横的，所以横的胖一点，感觉画面比较容易看。第一个是海水，海水，你为海水浴场游泳过无？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多小我忘记了，几岁我忘记了，就是小到那种还没有穿游泳裤的年龄，就是那个短裤就下水了，我们把船一起进来海边，给我等的无管哦，你又看到一个瘦小的身影哦，在跟海浪搏斗哦。然后我在跟海浪搏斗，一个浪打过来，你看我做做细汉，那浪打过来，我整个翻滚哦，我还擦撞到那个沙地哦，就还好我是被冲上岸，如果被卷下去就没有我。我们把海从那，我们把底在海面上睡觉，从此我就学会游泳，学游泳就是这样，好。就是这样。以前有一个人问说，怎么教女孩子游泳？教女孩子游泳，这我专长。你好好扶住她的腰，然后呢温柔的，等一下，那个女孩子是谁？我妹，踢下去就好了啦。擦江水，那个海水，你弄二轨，海水的因为有盐分，所以浮力比较大。海水是地球上最多的水体，而且多到离谱。这边有两个数据，一个是70%，70%，你71也好啦，也有第70个2啊。差1%你不用讲那么精确的术语，70以上。你这个心智如果下一次你卖长篇大论，你卖写一大堆啦，啰里吧嗦的关键字写出来。你看到这个关键字，你可以全貌联想到的就好了，比如说我这样写，我要知道70%占什么，它就是面积。整个地球表面的面积有70%的海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凑巧哦？你知道我们人体的重量里面哦，水分占几%？一样是70%哦。假如你这个人50公斤哦，你有多少公斤的水？赶快数学，50公斤的体重，你身上含有多少的水？7乘多少？35公斤，对不对？那扣掉水之后，剩15公斤叫什么？因为我们才好来讲，剩下15公斤叫人渣。不然你都听到人家骂人渣，你不知道人渣是什么？你把甘蔗那个，你吃过甘蔗吗？甘蔗的水吸剩下叫什么？甘蔗渣。所以人没有那35公斤的水，剩下15公斤叫什么？人渣嘛。对啊，那不是这样子吗？我为什么跟你讲这个？你知道骂人渣会被告，对不对？被法院罚钱，对不对？罚好多万。我们学了这个，我们就不要乱骂人家人渣。我们下次要骂什么？你这个脱水的人。意思一样，跟人渣意思一样，可是就不会被告，对不对？骂得很科学呀，我骂得很科学呀，来，97%，这个呢，这是所有的地球上水里面海水占了97%，所以这应该算是容积了因为我们液体都把它叫做容积，所有的水的容积比例，这是面积哦，这是地球上的整个表面积，海洋占了70%，降一下了，降一下。好，来，有没有这不能用？为什么不能用？
咸的啊，里面有盐啊。海水的盐哪里来？卖盐的不小心摔进去。海水的盐，海水的盐这里来，原始的金属盐把它冲进海里面把它冲进海里面，主要成分是什么？理化学过了，氯化钠带有咸味，氯化镁带有苦味。我们以前学理化还多个氯化钙，容易抄写，现在没有了氯化钠、氯化镁，氯化钠就是食盐的化学式嘛。所以那个军中有一个将军明天要来视察，然后那个团长就很紧张，跑去连部视察。视察完之后，跟那连长说：“你们营地旁边那块空地多点氯化钠就更好了。”结果隔天司令来问那个团长说：“对，那块空地堆一座盐山子，你们是要干什么的？”因为连长听到营长交代说：“你们那块空地多点氯化钠就更好了。”氯化钠，我化学没忘记。氯化钠就是食盐，你不要考我，我知道。赶快工兵连载一车的食盐堆到那个空地上，氯化钠，司令交代的。所以海水不能喝，不能喝，所以不能用怎么办？淡水有什么？淡水里面最多的水钠，冰川冰川哪里有？冰川在哪里？一下有高纬度跟高山高纬度就是哪里？南北极嘛，南北极跟高山嘛，才有冰川嘛。哪里？那好了，我问你，哪里比较多？这牵扯到一个问题南极跟北极对它看哪边比较冷？你说都很冷我去都会冷死啊？不一样，差很多。地球最冷的地方在南极，难怪南无阿弥陀佛，因为他受不了那个天然气状。不要当真这是地球那个自转轴偏离的因素。这我们讲天文的时候再讲南半球其实比我们北半球可怜一点，因为南半球是冬天会比我们冷，夏天会比我们热。比如讲你今日把北极熊抓去南极，你只北极熊会寒死。你若把企鹅抓去北极，这企鹅会安怎？会热死。你去两位你拢会寒死，你都会冷死。所以冰川我们很难用到，它占了几趴？那边剩3%对了，那边存3%，冰川又占了2%，可是用不到不然你这样。那个沙漠不是缺水吗？不拖一座冰山回来，可行吗？为什么不可行？你按点要怎么拖？你用船慢慢拖到融化了，你用飞机又载不了多远。对，还有一个问题冰山有没有盐分？当然没有有盐分你还能叫它淡水？我现在都已经跟你讲说它是淡水了，你还在怀疑，你还在想什么？所以冰山当然是没有盐分的为什么冰山没有盐分？水分子在结晶成冰的时候，它的结构它就会把氯化钠排除，它就不会让你来加入我的冰块。
所以冰山只有表面接触海水的地方会有盐分。安尼知道？内底拢是碱，里面都是淡水。那么没办法用啊，缺水的地方都在赤道，它都在南北极或高山，所以可以用的淡水只剩什么？地下水。地下水，讲点地下水哈，都有地下水。地下水安怎来？地下水的来源是什么？啊 ，falling rain 的雨来。掉到地面，它就下去了嘛。它会不会一直下去？一直下去，一直下去？不会。一直下去，也拄到一。有可能会拄到迄层，就是我这张下来，我迄个字就是袂烫水的，迄叫不透水层。不透水层的岩层，我们在教岩石的时候会讲到页岩，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讲到。好，你就记得它是底部就对了啊。第一个想象你把一个脸盆堆了一堆沙子，然后从上面浇水，结果它是不是会从盆底开始累积？那个脸盆的盆底就不透水层，然后有些岩石是透水层，或者沙层，或者土壤层，它里面就会积水。然后譬如说，好积到这里，还没有到表面哦，到这里，加个叫做地下水面。地下水面是不是会不会像海平面一样是平的呢？不一定，因为按地势湖、高山湖、深湖。地下水面会跟地势走，对呢。雨下的比较多的时候，这地下水面会怎么样？上升了。旱季地下水面就下降。还有一个什么因素会影响地下水面？咱是袂讲 Q 地下水，咱若后面 Q 做多，地下水面会不会往下？会，而且还会引起什么？黑个地层下陷，就是你孔隙的水分被收走，你那个原先会压的密实，就这地层就下陷。地层下陷地层下陷唔是讲，你抽水你地层下陷，你水甲灌两个地层个碰了啊，无这种代志哈，永远永久伤害了哈，下去就下去了，不会再回复了哈。操作地下水通常为了清鱼嘛，鱼温嘛，所以有时候这很矛盾哦。你抽水养鱼温是一个产值，这个产值，譬如说它可能1年500万，可是它有可能这个地层下陷造成的整体损伤可能是上亿的哦，补不回来哦。不过你也袂当讲，我咱你卖死要几分的，安尼咱大拢无爱做代志啊。你要辅导他转型，不要再超抽地下水去养鱼。好，安尼，哇，各位好，来，咱小妹，我们下节各位再把一些细节的地方讲一下。像咱这点大略的，咱第四个第四个，我不是从这个水圈分出来，我是从地下水拉过来，原因是它是地下水的一部分。就河流跟湖泊，来咱讲几个名词就好。湖泊分淡水湖跟咸水湖，台湾最大的淡水湖是哪里？淡水。南投的日月潭，其实它是人工。咸水湖台湾没有，一个最有名的咸水湖叫死海，你会不会觉得莫名其妙？叫海还行，那我问你，中国青海是海还是湖？中国青海是咸水湖，为什么湖叫海？很简单啊，以前人无 GPS 啊，无啥物卫星啊，一行啊一片大水一场，咸的，他会认为什么？海水，这就海啦。
所以他就把它叫青海，把它叫死海啊。后来卫星一照才发现那是湖啊。那咸水湖跟淡水湖的差别在哪里？我们最后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有些湖是咸水湖，有些湖是淡水湖？做简单呢，它一定有河流辅助水。如果这河流最后又有河流把它通到海，这个湖就是淡水湖。如果没有出去了，河流终点就是这个湖，所有盐分就是在这里累积，这个湖就变成什么？咸水湖。而且咸水湖的盐量一定远超过海水，因为它是日积月累在那边。好，那应该要小大家。